这两天哦，有全国各地20个家长团来到嘉义演出哦。会当甲这么侪家长团做伙考做伙，实在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咱今仔嘛要来访问斗阵去，伫嘉义全国家长文化节特等人肖永台肖老师哦，让大拢叫伊大哥。大哥哦，伫2022年就开始伫嘉义办这个全国家长文化节的活动。我想要问大哥，你啥物想法来办这个全国性的活动咧？哦，你好，我伫2022年哈，我就举办第一届全国家长文化季。起初的根源就是讲，因为我自细汉，阮阿公的传承伫嘉义城隍庙是家长，所以阮伫民国60年，阮就成立山海镇石家庄公馆啊，吼。因为我自细汉接触到家长，所以我一直是想讲，伫较早的家长，互人的感觉是，就是人咧讲八加九。但我感觉有生之年，咱会使为家长服务，为因努力，尽量把这文化、这艺术传承、家长文化，甲发扬光大，一直有传承延续落。所以我开始去联想来讲，咱来办一个全国家长文化季，邀请全国各地这资优、甲优秀的团体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来把这个匠艺文化发展，互人看会到讲，家长其实毋是像大家讲拢是歹的。他有很好的甚至讲因传承不易的一面，所以大家众团很努力、很用心，把因上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咧。咱知大哥实在是足有心哦。咱嘛知一般咱讲八家将哦是8人的编制，还甲大哥有讲因的十家将哦，到底八家将甲十家将是有啥无共款？你敢再甲观众朋友讲？八家将甲十家将，简单讲就是像咱即马现代咧讲的，长官伊的职务不同，就像讲咱海军、空军、陆军。因老大伊行使的责任无共款，像咱一般的王爷，伊就是伫咱用较洋式的迄个，像咱的地藏王菩萨，咱的城隍爷用办理阴阳、审理阴阳，所以十家将伊就是有至少多2个装备，因为八家将一包啊，咱咧讲就是8，其实毋是伊是10个，伊还佫加头前2个文武差异。文武差异伊无胜种，所以干柳谢范加春夏秋冬4季大使称为8家将。10家将就是讲，咱有用城隍爷加咱像阮头家，阮是城隍爷哦，有审理阴阳，伊有配备文武判官，但是配备文武判官是10个嘛。他这个10不是说10个，是表示众多，伊有可能会加上啦，大龟小龟啊，日夜游巡啊，迄个啥，日夜游巡加迄个大衙、二衙家。黑白无常，都会使一直延伸落，就是看我们的任务。这次我们出军的任务是什么？装扮更多不同款的迄个角色出来咧。所以咱这届当伫活动看到足精彩的演出哦。咱嘛知影讲，其实家长文化是伫台南开始哦。咱上咱到尾，咱嘉义有家长开的称呼，咱南部的家长甲北部的家长哦，到底有啥无共款的所在？因为咱的家长其实是传承对迄个福州传来咱伫清朝时代传来咱台湾，伫个府城就是咱的台南嘛。然后伫咱民国初传来伫咱嘉义，嘉义了，用民国初会传来嘉义是因为咱西南事件8年事件，伊发生了抗日，伊就是用西南咱的顶头的团体来抗日的，所以尾啊因为日本人掠嘛，四散。往北就传到咱嘉义，因为咱嘉义有抓城隍的当中，到尾就是每一个角头，伊一直，大家讲爱输人唔输阵，这个角头嘛有家长，这个角头嘛，拢有请先生一直教，所以家长当这嘉义的家长有几百人呢，所以较无形中形成一个，人咧讲嘉义就是家长群。所以你开始有讲过哦，你是过阿公的手头来传承这个家长班，所以你真重视传承，真重视创新，嘛足重视这维持的传统。所以咱要对新民出巡的时阵，拢有3师哦，有法师、道师、佮画面的老师。这三个师是有啥无共款的功能咧？因为我是阿公嘛，阿公传爸爸，传我，佮传阮囝，是4代传承啊。甚至即摆讲互我办阮囝的内容，佮传的算第5代啊。有3师，这个当中就是咱有。民师有法师、道师嘛，法师就是较简单讲就讲，像咱家长出军，咱有行使一寡新民的迄个职务，这个职务就是像咱收囝祭改、祭路，惩处开庙门，这有一寡法务的部门，就是由法师来负责。当然民师顾名思义就是讲，伊甲这迄个开面嘛，
过来导师就是负责教导这囡仔骹步甲因的品性，比如讲哦，这囡仔的规矩啦，咱来孝顺父母亲啊，对这三兄弟对兄弟啊，爱有友善哦，恭恭敬敬安尼，会当甲遮尔济家长团哦，考做伙实在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哦。大哥，你是看到咱团家长文化传承的危机，还是讲你嘛有看到什么希望？因为危机是咱，其实咱台湾伫70年代、80年代，迄阵当盛时败将，因为大家挂香楼的经济好嘛，所以种足济，但是到尾啊形成就是啥，参差不齐。好的原来足好的，但是歹的嘛是足济，尾啊互干形成。制造一寡社会新闻，负面媒体变成足侪时光对囡仔的教育讲，你去学家上就是歹的，足侪人感觉你家长囡仔你就是歹的，豆豆变阮即摆咧慢慢知名甲，甚至咱来这即摆家长囡仔拢是爸爸妈妈带来，咱就是讲我们负责把他教育好，才有正确观念。囡仔我拢定讲，囡仔会读册袂读册其次，但是他的观念要正确，要孝顺父母哦，对兄弟啊啦，我导正一是正确的观念，安尼。咱真正足感谢大哥甲伊的团队哦，遮尔用心，互咱看到遮尔丰富多元的家长文化甲因艺术的呈现。其实这几档哦，足侪外国团体拢会邀请咱台湾的家长去演出。大家演出的时阵哦，嘛拢互外国观众看到目睭金哦，是娱乐甲会搭子哦。2档前呢，咱的家长团嘛受到邀请去法国尼斯的嘉年华会来表演，为咱台湾做一届非常成功的文化外交。那么这回来看卖。